破读学台语甲手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28集136条。自细汉就该目屎目尿请用大汉，想袂到伊遮尔不好，就是从小辛劳的将他抚养长大，没想到他这么不孝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读做六出来的六，第二字读做六，第三字读做六的六，就是农具那六，第四字读做落，嘛会读做六137条。透早伊定定去山内彻查，那就是早上他到山里面去砍柴常常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读做错，错米的错，第二读做错，第三字读做错，第四字读做错噪音的噪啦噪。138条。头毛稍拨一下，较袂崁目睭，就是头发稍微拨一下，才不致盖到眼睛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二读做跋，第二读做八，第三字读做剕，剕枪的剕，第四字读做八，就是咧八柑仔迄个八啦139条。你安尼甲伊摸咧，你安尼甲伊摸伊会歹势，你这样搭她的肩膀，她会不好意思。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二读做满还是满，第二满，第三字满，第四字满140条。目睭擘开就看到伊眼睛睁开就看到他了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咱第二读做八，第二读做八，八柑仔嘛是这个八啦目睭八金嘛是这个八。第三字读做跋第四字读做剕。好，感谢各位收听。